屬鼠嘅朋友留意啦，2026年馬年子午相沖，即係沖太歲，沖代表動變，好嘅係機遇，唔好嘅係考驗，關鍵係點應對。吉星方面有天喜入命，大大嘅桃花星、喜事星，好適合結婚、添丁、置業，用喜事沖喜，可以化解唔少動盪。另外，驛馬星動，遠行、搬遷、轉工都有機會成事，但係要有計劃，唔好盲動。月空星逢凶化吉，遇到麻煩，最後往往有驚無險。空星要留心，大耗破財。今年千祈唔好投資借貸，輕信人言，守住荷包最穩陣。歲破加沖太歲，容易得罪人，講話婉轉啲，少爭執。欄杆星代表一步一關，凡事多耐性，急唔來。總括一句，沖太歲唔係絕路，而係重整步伐嘅年份。你哋本身機靈，只要唔貪心、唔心急、唔硬頸，反而可以喺變動中揾到新機會，穩中求勝，逢沖反發。祝福大家。